今年台湾灯会要办伫台南，交通局嘛提早公布交通运输计划。这灯会周边唔乃管制车路，要成做过路人的专用区，嘛会设立奥多摆的临时停车区，搁有接送车的专用道。市府是呼吁民众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，避免塞车。来到台南安平林明牛公园，这是台湾灯会安平灯区的主要地点之一。现场的工作人员嘛拍拼咧赶工。今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，安平灯区按上2月初3会开始展出，到时会吸引真侪游客。市府有够一天会当达到16万人次，对交通的影响会真大。一定会带动安平在地的一些观光跟经济啦。现在比较担心是说，原本假日观光的人潮跟车潮就是很多，已经都会塞车了，可能接驳车这一块可能要多派几个班次才能疏解这边的交通。台南市交通局是量早来应变，包括加设临时停车位有5000位，奥多摆有7000位，也那林明牛公园周边的安益路、庆平路、光州路、运河路等等嘛，拢会管制来做步练区。甲停奥多摆的所在，也有接送车的专用道路。对灯区的中心到外围的道路全面检视规划，就是要确保交通动线甲安全。那如果说是自行开车过来的，也希望是停车在那个市府周边的停车场，然后我们也会有接驳车然后载运各位到我们的那个转运站。就安义路是从西边从那个永华路开始，然后往东一直到屏风路，然后衔接到我们的安义桥，然后往北就是接到我们的运河路。今年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展期对2月初3到3月初10，包含着旧历过年的期间，交通局嘛开设交通疏运指挥中心，即时来因应处理各种交通的问题，嘛呼吁市民甲游客会当多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